先一开始来关心，因为进前高速节连假休3天，加上中国即马呢长得休11日长假，金门来回台湾的飞机班、飞机票即马拢买无。嘛有旅客就表示讲，排后补嘛排无，因已经伫机场过2-3暝啊。有一日旅客是起甲伫机场换口号，虽然早暗9点40有开加班机，也毋过也是无载掉小偷人丁。夜观双手愈发愈大声，大家情绪也愈来愈激动。数百旅客滞留金门，原因是高速节连假期间，台湾来回金门航班票歹买，加上中国11长假，小谈通的旅客真多，机场报道率接近8%，未少人无事先订票，候补也排无，有旅客就待伫机场，一等就是2-3日。我们也没洗澡，我们就在那边吐，对我最痒。这个阿嬷昨天晚上在外面给我一个痒2天了。可能或许连民宿都没得住了。哦。因为大陆的长假。对，明天11。所以民宿今天到现在都没有来找我们，应该都满了。到现在还没来拉客。旅客愈等愈火大，联合起来画口号，为所份候补人潮，金门县政府协调民航局甲航空公司，拜日暗时9点40分加开一班由金门飞台北的加班机。不过因为团散比甲紧急医疗需求，今日有40个空位予现场民众。我们先讲一下这班加班机，那个是9点40起飞的，9点40起飞，你买了票就不能退。有旅客笑讲，毋是无候补到，是因为加班机飞台北，台南、高雄无法度选。但是加班机来的竟然只能上40位，现场有200-300人，光台北、那台南、台中、高雄，他们也还蛮辛苦的。金门县政府今日继续观察后补情形，尽量协助旅客乡亲，各呼吁中专旅客连假期间爱先订飞。有民众希望伫特定节日，政府应保障全民一定的比例机会，挽救看医生或者是读册需求。记者综合报道。